伫新桥顶面摆着喜气的红彩球，来到北线尾罗尼门天后宫，台南药子武贤大大主大姨，和婚龄的关公扛马做合婚，这几天引发各界讨论批评。它原本应该是只有2层楼，然后它这个加盖到3楼，而且还盖到后面那边去，应该是要跟旁边的那个4号一样。然后它从那边整个又往上盖。来到位置认得的武贤大，比周边的建筑加了一层铁厝，互人检举是违章建筑。我们将依照台南市政府违章建筑处理要点来执行，要求他限期改善。另外，这张摊内服务项目表有点灯、有保载库，甚至还佫有爱2万的跟王生者沟通，介绍毋能互人感觉不合理，嘛有偷走税的疑虑。违法收费的部分，税务局他看他有没有以刚有去交税，那个这部分就牵涉到逃漏税，所有税务单位会去处理。争议愈来愈大，目前武贤大嘛透过律师事务所发出3点声明，向社会大众提示咧。这个事情事实上我是建议他能够息事宁人，那是比较好的。还没有正式说决定要不要去提告。师大进香引发争议，市府表示这是庙寺之间的事务，除了呼吁各方爱互相尊重，嘛爱共同维持良好的宗教文化。台南市民社会采访报道。